为了同台湾市的委员会留下记录，父母救援基金会就出钱，邀请的台湾艺术大学的助理教授吴秀江来拍拍纪录片《芦苇之歌》，记录的2011年到2013年有6个委员会阿伯婆的身份。后日国际委员会纪念日就会伫天阳营来放送，筹备的首映会对亚一部的可供收听，带出了的委员会议题。副言会系讲，希望我嘅大鹏案内来从事服务嘅人权议题，唔係搶留重點，降低委員會嘅想法旁。手相機兩支，感謝你來平昌。唱客家民謠同配的阿媽講笑，委員會阿媽度青島世嘅小妹阿媽，較早只是唔敢向屋企人講到是做過委員會嘅故事。直到較到細咧，將開始積極爭取日本政府廢止哩。雖然基金頭2012年告罄，不過紀錄片為其開朗發拍的身體留落記錄。但是外國了的阿嬷面對鏡頭，其實用的動刀的精神。我們被阿嬷罵過，被阿嬷趕出家門過，我們被阿嬷就阿嬷落跑過，對，所以這些事情我們都經歷過。可是我覺得這些事情就是讓我們可以去體會阿嬷的一生，在她有着慰安婦這3個字的身份裡面，她所經歷到的被拒絕。父母救援基金會統計，前台市委員會阿嬷連晚間那傳到世界2年，紀錄片底度顯嘅6個阿嬷未入世界高薪。對金錢可供收聽產生的慰安婦爭議，副言會講希望各界是關心父母人權議題，唔係關心今年係次年也係本年白。我對於課綱的一個期待是，我們能夠超越被迫與自願與否這樣的爭論，而把人權的概念帶入我們的整個課本當中，來認識慰安婦不只是70年前的事，也仍在現在戰亂地區的很多地方仍在發生。學日安部的首映會邀請國民黨、民進黨同社會民主黨，還有時代力量列4個黨代表出席。副言會講，委員會應該係無分黨派共下關心嘅人權議題，未希望對紀錄片底度來展現委員會阿嬷嘅生命力，還有佢哋面對生命嘅堅強同樂觀。客家新聞陳榮順、林建儒、劉文輝特別報道。